2026年頭，香港建造業已發生多宗奪命地盤工業意外，勞工處已經就多宗意外發出職安警示，並推出新版升降台安全使用指引，強制要求加裝壓力同接近感應器。4月1日，東涌地盤一名35歲工人疑不慎踏空，遭4寸長鋼筋插穿左邊大腿，送院搶救。4月10號，半山堅道一大廈裝修工人疑從1.6米高梯墮下，頭部重創昏迷，送院搶救。點樣預防？記住人、機、物、法、環5大範疇。人持牌工人上崗，每日必做 toolbox talk。機升降台加裝感應器，天秤起重前確認固定。物器遵用專用固定架，鋼筋端部加保護帽。法，每項高危工序做風險評估。密閉空間入先量氣體。環暴雨期間停止電力工作。4秒智慧工地系統實時監察。建造業議會將今年定為人工智能年，50個 AI 方案已陸續落地。善用 CIC AI 助理即時查安全知識。記住，每一宗意外都係可以避免佢。做好風險評估，遵守安全程序，安全返工，平安收工。關注安全主任講你知，下次見。